口语表达，一句影响我上深的俗谚语。作者周书忠。细汉的时，爸爸用一句俗语鼓励阮：一枝草，一点露。到今，我嘛还阁常在用这句话勉励家己。歹的时阵绝对袂使失志。咱南北嘛有一步踏，加赛路途遥三寸烟。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才情，有当时侦查伫离运甲时机无同。宋朝卢蒙正伫《破药赋》内底讲：天不得时，日月无光；地不得时，草木不长；水不得时，风浪不平；人不得时，利运不通。卢蒙正落魄的时做乞食，连庙里的出家人嘛气嫌伊，亲戚朋友无人要插伊，误会伊是要食毋讨趁。卢蒙正目屎干咧，坚持家己的理想，相信总有出头天的一天。伊讲：马有千里之庭，无人不能自往；人有灵魂之志，非运不能停达。只要有才情，等的就是时机拿命。时机一到，卢蒙正官拜宰相，位列三公，众人抱抱坦坦，连英国看伊袂起的人嘛讲伊足才调。一个人毋管偌有才调，若无天时地利甲人和，嘛是无法度成就伟大事业甲理想。伊伫《破药赋》上落尾讲：非我贵也，乃时也、运也、命也。该人生在世，富贵不可碰，贫贱不可欺。此乃天地循环，奖励福士食也。咱来坚信一枝草，一点露，珍惜家己才情。平常时培养能力，甲人结善缘。只要时机一到，一定会使有出头天的一天。